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、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，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。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，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
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裡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。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裡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。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污穢出去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醫治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
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，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
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，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。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，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。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裏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，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
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者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者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、污穢出去、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、醫治、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、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
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。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，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。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
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。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裏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。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污穢出去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醫治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、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，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、
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。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，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。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
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裏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。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污穢出去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醫治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
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、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，謝謝你應許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。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，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
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，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裡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。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污穢出去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醫治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
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十字架寶血的大能，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，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，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。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，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
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。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裏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。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污穢出去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醫治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
提示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、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，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。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，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
所賜的豐盛生命，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裡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。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裡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。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這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污穢出去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醫治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
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宣告領受神的醫治。提示：先作主權禱告，邀請主耶穌進入我們生命中每一個部分、每一個時刻，並在我們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作王掌權。聖靈來充滿滲透靈魂體的每一個分子、每一個細胞、基因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你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。你的計劃是賜祝福的計劃，不是詛咒懲罰的旨意。你已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穌基督裏揀選了我，並且已經賜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，又用你諸般的智慧聰明，將各樣的福氣及恩典充充足足的賞賜給我。謝謝你將你獨生的愛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，為我成為贖罪祭。他流出寶血，洗淨了我一切的罪，為我受鞭傷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鞭傷得了醫治。他擔當我一切的刑罰，使我因他為我受的刑罰可以得平安。因耶穌在十字架為我流血，使我與你和好，再一次回到阿爸父神的家中，成為阿爸父的兒女。因耶穌基督為我受死流血，使我在你面前成為聖潔，無有瑕疵，無可指責，又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你聖潔的施恩寶座前，在這裏得憐憫，蒙恩惠，做隨時的幫助。謝謝阿爸天父豐盛的恩典，以及在耶穌基督裏一切應許。這一切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。我要領受這一切的應許。我也宣告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主，我能領受阿爸父神給我一切的應許。現在我藉着耶穌基督的聖名、十字架寶血的大能、聖靈的引導，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來這裏得憐恤，蒙恩寵，作我隨時的幫助。我來支取你給我的應許。謝謝你應許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孽，醫治我的一切疾病，救贖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慈悲為我的冠冕，還用美物使我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能如鷹返老還童。你的話告訴我，天離地有多高，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東離西有多遠，你叫我的過犯離我也多遠。謝謝你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愛的神。謝謝你，你是信實的神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實公義的神，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淨我一切的不義。阿爸天父，我承認我和我家人及我的祖先都曾經犯罪得罪你，我們曾經叛逆遠離你，離棄你這生命活水的泉源，行不義，偏行己路，以致罪、疾病、災殃、死亡臨到我們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，以致愁苦加增，禍患臨到。求你赦免我們這一切的罪，洗淨我們這一切的不義，赦免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，也沒有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沒有遵行你的誡命典章，以致詛咒追隨趕上。也求你赦免我們曾經虐待濫用自己的身體，
沒有保養顧惜這聖靈的殿，求你赦免這一切的罪。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主耶穌，因着你的赦免潔淨我，現在我也願意選擇饒恕每一個曾經傷害我家人及祖先的每一個人，並且釋放他們進入我饒恕的自由裏。如果我和我的祖先家人曾經因所做的事傷害任何人，我們求你饒恕我們，也求你饒恕我任何隱而未現的過犯。我也祝福每一個我們曾經傷害的人，以及他們家族後代，祝福他們每一個人能得着你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豐盛生命。我也饒恕我自己，接納我自己，按着你饒恕我、接納我的方式，也選擇愛我自己，像你愛我一樣，並領受從你而來，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的長闊高深的愛和豐盛生命。現在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宣告，我因領受生命聖靈的律，已經脫離了死和罪的律了。我因耶穌基督為我在十字架上成為詛咒，已經脫離詛咒，進入祝福。因耶穌為我成為貧窮，我領受耶穌應許我生命豐盛。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滅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為，塗抹了一切有礙我的字句。現在我因耶穌為我受的鞭傷，我身上疾病的病症得醫治，得痊癒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斷開我和我所饒恕的每一個人及歷代祖先之間的靈魂體的連結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吩咐所有的疾病、軟弱、懼怕、疼痛、死亡、毀滅、欺壓、沉重、絕望、憂傷、悲傷、創傷、意外、詛咒、不信、謊言、苦毒、仇恨、拒絕、分離、叛逆、控告，都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傷害攪擾任何人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也破除並取消根病症名稱如心臟病、癌症、關節炎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瞎眼、耳聾、脊椎側彎、過敏、創傷、意外等有關的詛咒，以及我和我的家族祖先中的自我詛咒、內在誓言，以及任何曾與仇敵魔鬼的同盟或同意，我宣告他們無效，不再能影響我。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吩咐所有的邪靈跟這些疾病有關的，全部離開我出去，再不准回來，也不准攪擾傷害任何人。如果有任何祖先的靈因着拜祖先的罪而受轄制影響到我的，我將你們交給耶穌，將你們歸到耶穌要你們去的地方，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也祈求阿爸天父差遣天使幫助我成就我所禱告的一切工作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塗抹除淨，除去我的靈魂體每一個仇敵曾藉着罪的權勢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，並求聖靈蓋上得贖的印記，分別為聖，歸給耶和華全能的神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停下來，想像耶穌的寶血流遍你的全人，每個細胞、分子、每個部分。阿爸天父，謝謝你，讚美你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。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，是你所建造的靈宮。現在求主耶穌生命復活的大能充滿我每一個細胞分子，滲透我。謝謝阿爸父，你的能力在我這個信的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浩大。這浩大的能力是按着在耶穌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，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住在我裏面，湧流在我生命中，流入每個細胞分子，生命復活代替疾病死亡，
光明代替黑暗，祝福代替詛咒，真理代替謊言，使我這原來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，是你這位充滿萬有者要充滿的。我就是教會一個肢體，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，就是你這位充滿萬有者所要充滿的。親愛的聖靈，歡迎你，現在就來充滿我，充滿一切疾病、污穢出去、空下來的地方，浸泡、醫治、恢復我，使我的靈魂體都被你神聖豐盛的榮耀所充滿，封存從天父而來的祝福，攔阻魔鬼一切的偷竊、攪擾和傷害，活出榮耀你名的命定和豐盛，並將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你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我命令我的身體每一個細胞，尤其是生病的部分，如血液、肺臟、關節、腸、胃、免疫系統等，現在按着神創造的秩序排列整齊，恢復原來神創造榮耀的形象樣式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，阿門。